我哋成日話豬乸會上樹，或者雞乸咁大隻字，又會鬧人係狗公。呢啲字喺普通話就講成母豬、母雞、公狗。原來呢個構詞方法嘅差異係分辨南北漢語其中一個決定性嘅標準。我哋靈知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豬乸或母豬南北漢語構詞之分。漢學家羅傑瑞嘅《漢語概說》曾經提出過分類各漢語嘅10大標準，其中第4個標準係動物嘅性別標記係前置，例如母雞。北京話符合呢個標準，而廣東話就唔符合，而係用咗後置嘅雞乸。喺羅傑瑞指出嘅12種漢語語言入邊，北京話等5種符合咗呢個標準，而廣州話等7種就唔符合。細心嘅你已經留意到啦，靠咗嘅北京、西安、昆明3種漢語喺10大標準全數符合，佢哋都係官話嘅分支，羅傑瑞就稱之為北方漢語。靠右嘅建甌、福州、廣州、梅縣4種漢語喺10大標準全部唔符合，呢4種漢語正好對應咗閩、粵、客3大分支，羅傑瑞就稱之為南方漢語。至於中間嘅5種漢語喺10大標準有符合嘅，亦都有唔符合嘅，佢哋都屬於吳、湘、贛3大分支，羅傑瑞就稱之為中部漢語。我哋都可以掀開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嘅第25幅圖，佢記錄咗蘇喺各地嘅講法。從地圖可以見到，東南沿海各省幾乎都係紅點或者藍點，呢啲點都代表性別標記喺後面，同豬乸嘅構詞法相似。至於官話區同埋部分吳語區就滿布黑點或者黑圈，代表性別標記喺前面，同母豬嘅構詞法相似。所以豬乸同埋母豬之分就構成咗南北漢語嘅差異啦。不過你可能會好奇，咁點解會有咁樣嘅差異㗎？呢個可能源於語言接觸 （language contact），包含粵語區等等嘅中國南方漢人，長年同藏東、遼瑤等等嘅民族聚居，唔少發音、構詞、文化都互相影響。豬乸嘅構詞法極有可能係呢個地區嘅區域特徵 （areal feature）。南方特殊嘅豬乸構詞法，可能係千年嚟語言接觸下嘅殘留。呢啲語言接觸數量之多，範圍之廣，唔係呢條片可以概括晒。請繼續留意靈知，我哋會推出更加多精彩嘅內容。